但你冰箱係咪確定得到嘅？反正你係咪都係過多次嚟嘅啦。你廚房啲你聽我講得啦，包唔會水你嘅。我介紹啲好少少嘅俾你，好似什麼老闆嗰啲啊，過得去啲華帝嗰啲夠啦。我記得啦，就嗰幾樣。啊，因為佢個補貼咧，我唔敢肯定，我又唔想呃消費者，因為佢講係講話真係冇，但係有可能政府覺得喂呢箱銀紙放得有價值喎，又放多筆落嚟又唔出奇。好似啲車補貼咁，而家咪推咗第二期咯。係啊，車補貼啊！我依家就係驚個電器又推出第二期。係啊，因為汽車已經推出咗第二期。不過無論佢推唔推出都好啦，消費者都係有着數嘅。而家又咪出啲咩裝修有補貼20%嘅，我唔知。即係嗰樣嘢係一件一件嘅就有，比如馬桶嘅一件一件嘅，智能門鎖嘅一件一件嘅，嗰啲係真係有嘅，就補貼20%。好耐咧冇講過煙機啦，講一講煙機。呢隻咧性價比比較高嘅，華帝嘅23立方，唔記得幾錢添。1300蚊唔使，1200幾嚇，只能夠答你咁多啦。就呢一隻又係華帝嘅，呢隻22立方側級嘅，呢期1389。老闆嘅有冇人中意？老闆嘅講講。24立方嘅呢隻老闆嘅24立方嘅頂級嘅，1988。嗰隻22立方嘅咧就1655。嗰隻25立方嘅老闆嘅側級嘅2399，25立方呢隻係華帝嘅，呢隻又係唔會冚頭嘅設計，係屬於側級當中比較 mini 嘅類型。華帝25立方嘅帶自動清洗帶埋揮收感應，2079。呢隻華帝舊年我就好中意賣嘅機，唔係舊年係今年年頭。華帝嘅X6又係2079，25立方帶揮收感應帶埋自動清洗啊！睇睇爐頭嘅話，個人都係比較推薦華帝同埋老闆，我最中意呢兩個品牌，因為質量穩定性總括嚟講，除位方面算係比較好噶啦。呢隻華帝嘅5.2顆力帶埋定時全拆卸嘅，即係每一個部位可以拆晒出嚟嘅啊。1519。睇隻老闆嘅，老闆嘅呢一隻又係帶全拆嘅，我組裝俾大家睇睇，因為佢嗰啲搞衞生好搞啊，砌又好砌嘅。反正有乜懟乜係啦，懟啱佢。然後呢隻咧就係老闆嘅5.2顆力，呢期嘅話去到1400蚊左右，因為價錢浮動會比較大，每一日都唔同。上一個價，下一個價，反正1500蚊左右有啦。哇！洗碗機呢排極度多人之問嚟。目前洗碗機有15套當中咧，同埋預算只有3000蚊左右咧，我覺得呢台性價比係拉滿嘅。華帝嘅15套，睇一睇內籠嘅做工總括嚟講係比較有良心㗎啦，因為畢竟3000蚊左右，華帝15套，帶咩功能呢？1個星期嘅儲存時間，上下獨立洗，帶埋獨立消毒。等我睇睇先。夠啦，又獨立消毒啊，又上下分層洗啊，3層6臂，有排講，就3199。